一出門口就落雨，好彩記得帶遮，點知把遮係爛嘅，唔知今日仲會發生啲咩黑仔嘅嘢呢？落咗堂，正諗住去 cafe 嘅時候，見到阿媽嘅 call，突然有種唔好嘅預感。本身已經好擔心考唔考到大學，加上聽到阿爸入院嘅消息之後，成個人變得好沉重。唔通連個天都唔鍾意我？不過無論如何都係要繼續行落去。去到熟悉嘅 cafe，聞到熟悉嘅咖啡香味。坐返喺之前同 friend 溫習坐開嘅位度，而佢哋而家全部都去晒旅行。喺呢一刻，我只係想靜一靜，放空一下，就好似平時咁點咗我最鍾意嘅 Americano。之後就自己一個坐咗喺度，但都會不斷諗起其他 friend 都已經收到錄取通知書。而我仲喺後備名單度，突然間收到個 friend 嘅 message， 哦，係喎，原來今日就係公佈最後錄取嘅日子，個心跳得好快咁打開咗個 email， 結果係嗰下心情真係跌到落谷底，冇得同中學班 friend 讀同一間大學，又讀唔到想讀嘅科。嗰下真係好迷茫，唔知將來可以點算，返到去點同屋企人講，定下年再考過，定係直接出嚟做嘢？但係有冇人會願意請一個中學畢業嘅人呢？就係呢個時候，個店員拎咗杯嘢飲過嚟，仲有一大堆紙巾。我都係第一次見人俾咁多紙巾俾我，雖然第一下有少少嚇親，但我 feel 到佢嘅好意同埋關心。而家諗返起當時嘅情景，都覺得幾好笑。原本以為今日可能會係 bad ending， 可能係同佢傾偈同埋飲啡嘅過程中，感受到被理解，腦入面自我懷疑嘅聲音亦都越嚟越細。To be honest， 到而家我都唔知佢叫咩名，但係好多謝佢當時嘅關心，希望下次可以飲到佢沖嘅咖啡。臨走嘅時候，我留意到咖啡裏面仲有一個女仔自己坐咗喺度，唔知因為咩事喊緊，但我好想將我收到嘅嗰份關心都傳遞俾佢。雖然係一啲微不足道嘅事，但希望可以安慰到佢，即使係少少都好。唔知係呢間咖啡嘅魔力，定係人與人之間微妙嘅互動。我發現原來我一啲都唔孤單，喺呢條路上面仲有好多人一齊行緊。即使身處黑暗，只要有人同行，哪怕只係一句安慰、一個微笑，定係一張紙巾，呢啲微小嘅舉動都可以有好大嘅影響力。最後我發現，原來個天都幾鍾意我啊！